讲几啊个真出名的作家司马中原，因为跋倒住院，连带引起急性气检，伫今仔日别逝，食到90岁。由假日经营的数码中原面册专业，打出数码中原最后的影像。伫无啊挂目镜，专心看册，当计划体写书文。2礼拜当祭前，数码中原甲查某囝同下做伙开讲，看起来真有精神。毋过几工前，却因为散步跋倒住院，本来恢复状况袂歹，毋过说雄雄并发急性肺炎过身。忽然医院就通知我们说，我老爸的心跳、呼吸确实是就停止了，感染都很严重。那我们所有的兄弟啊，就都赶到医院去，就让我老爸平安的。谢谢大家的关心，谢谢。雄雄过身的消息，作家季季伫面册大文章悼念，伊想着较早差不多逐年拢会伫艺文活动甲数码中原斗阵，毋过自从疫情了后，都无见过面。季季讲数码中原一直正落场高讲话，谈天说地，都那亲像伊的作品共款丰富多元。他不止写短篇、写长篇、散文、写小品文，他还在电台说书，然后他很早就做出了录音书。本名吴延梅的数码中原16岁倒来台湾，无接受正式的教育，拢靠家己学习。伊捌讲《聊斋》是伊开除的作品。数码中原的作品有小说、散文得奖真侪，其中国伊乡野传奇的作品数量上侪。1987年，伊主持灵异节目甲广播，互人封作是上敖讲鬼故事的鬼王。人家就说啊，被鬼迷心窍，就是因为你老想歪瓜斜柳的邪事。数码中原捌接受媒体专访的时阵讲到，会写这么侪乡野传奇作品，是为了维持生活。坦白讲，写大家爱看的故事，才会当卖钱。数码中原过身，文化部表达哀悼甲敬意，认为数码中原的作品有历史见证、人道关怀，故事阁真好看，创作不断，而且包含二次战争前后的时代，对台湾鬼怪甲传奇故事贡献优良阁侪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